好榮幸可以嚟到我哋嘅 friend 呢度啦，今日 Silent Studio。咁當然咧，你哋喺玩嘅過程入邊咧，都可以影下啲 IG 啊。覺得點樣？澳寶係啦，呢個澳寶我中意個 percent 都會有 burger 因為呢個幾百年歷史嘅，都係一個前調嘅一個標誌性。最後一次抹乾淨塊面先搽其他嘢嘅時候，可以用到花水。咁玫瑰花水應該就係最多女士去中意嘅一個食物。係一樣。我係調轉都可以啊，加幾多色？就冇㗎啦，一次嘅啫。你等一陣，等我哋影相靚相先。大力係啦 ，all the way，all the way，加油！係，行得。OK，打掂啦。OK。得咗，得咗。